聲音成為咗標誌，算係意外收穫。不過 King Sir 最深嘅仍然係演戲。做錯嘢唔緊要㗎，你只要肯認，唔係好似有啲人咁樣做咗錯事左補右補，死都唔肯認。令 King Sir 家傳戶曉嘅劇集係《甜酸爺爺》，佢首次主演20集連續劇，故事就以 King Sir 為主軸，展開同兒孫3代人嘅喜怒矛盾。同年嘅韓劇《大長今》所向披靡，港劇難以招架，《甜酸爺爺》結局仍然收視達到40點，總算為港劇挽回一點面子。劇集監製黃心慧同埋 King Sir 淵源甚深。70年代投身麗的電視做幕後 ，King Sir 就係當時嘅行政總監。輾轉30年後喺無線重聚，起用當年嘅上司擔任劇集男主角。麗的請人咁啊，走咗去宣傳部嘅，點知佢突然間內部招聘宣傳部嘅老細咧，就自動同我報咗，都係見 King Sir，可以轉做 PA。咁嗰時我同佢個接觸面唔係好多嘅。喺2005年，我揾佢做嗰時，擔心就係，咦佢係我即係前老闆啦，佢又係戲劇大師啦，佢本身就係做導演啦，即係話劇度做導演啦。即係我今次話俾佢聽個戲點樣做，佢會唔舒服咧，或者點樣咧？佢好 nice 嘅，好啊咁我已經好開心啊，因為佢已經打破咗嗰個隔膜啊。佢做邊個位就做邊個位嘅人。佢做一個演員，從不去話你個劇本，或者係話你個導演，佢只係將你劇本嘅神髓裏邊，佢要點樣做出嚟俾我哋睇。嗰陣時佢應該69歲，但我唔知佢幾多歲啊。喺我心目中，佢都係黑頭髮㗎嘛。咁我仲喺度諗，我話咦，阿 King Sir 呢個戲咧，不如要染髮啊！即係你要堆頭髮，我想要白，因為我唔係同個仔個距離想遠啲，同埋個嘢個感覺強啲。咁啊 King Sir 好好嘅，我諗咗一輪，佢只係諗一句唔緊要啦，我用翻我自己啲頭髮啦，係依個先係用嗰個白髮嘅。一個就係老闆下屬嘅關係，一個就係上司下屬嘅關係。至於佢，就係老師同學生嘅關係。Madam Lo 盧婉欣係第2期藝訓班學員，相隔34年，由師徒變為親密拍檔。喺劇中同 King Sir 扮演兩夫妻。喂，事頭啊，呢個時候你應該喺文娛中心後台嘅喎，你翻嚟做咩啊？冇啦！嗰陣時我同佢拍高鵬做佢老婆咧，就有少少即係好似驚驚地嘅，因為即係始終佢係老師嘛，咁我哋學生嘛。收尾咧佢都好 nice， 咁我哋一路就逐漸合作得好開心，好好。咁我哋有陣時又對，即係研究下劇本啊咁樣。只係我有陣時睇到，咦有啲唔係幾咩，就我問佢，咁佢話哦你呢度可以咁，即係咁樣演繹嘅。講起話當日啦，約咗又係個同學，又係即係訓練阿 King Sir 教嗰啲同學，就話你唔使去探啦，話佢已經即係咩啦，即係失咗個人才。我覺得戲劇界嘅人才真係冇㗎啦。咁我哋好慶幸有佢教導我哋，真係好慶幸有一個戲劇大師。舞台係 King Sir 另一個發光發熱嘅地方。50年開始踏上台板，之後加入演藝學院，足足有18年咁長。如果冇 King Sir，香港未必會形成完整嘅專業舞台劇生態。由劇本翻譯、創作、院校教育、人才培養 ，King Sir 搭建完整體系，難怪被公認為香港戲劇教父。就喺我入學嘅時候 ，King Sir 已經係冇喺演藝學院嗰度執教邊㗎啦。咁但係，哇！我聽佢嘅故事都真係聽好多，因為我哋嘅師兄師姐啦，甚至乎我哋嘅老師啦，都係由佢教導出嚟。所以其實冇 King Sir 咧，冇我哋後面嘅每一個人咯。睇住佢哋自己將學到嘅嘢，能夠畢咗業之後，學完之後自己再繼續去進修，點樣再能夠表達得好啲，係見到佢哋嗰個成長嘅過程咧，係最開心。當年我係學生嘅時候咧，我記得佢係院長嚟嘅，咁3次嘅面試咧都係佢 in 我嘅。King Sir 嘅種咗嘅種子已經成為咗好多嘅大樹，為我哋嘅遮陰。多謝 King Sir。得獎者咧就係響演藝界桃李滿天下，好受人尊敬嘅鍾景輝先生。
希望所有嘅後生仔更加努力，終須有一日你都會得到。多謝大家。盡力不問收穫，King Sir 嘅戲劇人生終於喺6月3日閉幕，同舞台正式告別。不過佢對戲劇嘅嗰份執着同埋熱愛，感動過無數嘅人。秉持着 King Sir 嘅精神，一出接一出嘅好戲繼續喺舞台上演，拼湊成一頁又一頁嘅精彩人生。為咗表演藝術，佢終其一生都係去教學生，所以佢係活出佢所教嘅道理。啲人問我：你做咗咁耐戲劇工作，有冇後悔過咧？我嘅答案係絕對冇後悔。